根據實配鋼筋和計算耐力，進行量的正常使用極限狀態驗算，是量施工圖模塊的重要功能之一。程序提供了驗算菜單，用於撓道裂縫驗算，並可以提供文本和圖形兩種形式的計算書。撓道圖命令可以計算並查詢連續梁的撓道。這是繪製好的撓道圖，圖上標明各跨度的撓道值及撓道線值。撓道值採用自身跨度與有效高度的比值，撓道限值是根據跨高比限值乘以受拉鋼筋修正係數，再乘以受壓鋼筋修正係數之後的結果。當撓道值大於撓道限值時，表示撓道結果超限。此時，撓道的結果會用紅色字體區分顯示。在撓道圖的狀態下，點擊計算書命令。對撓道計算有疑問的梁跨，可以採用詳細的計算書進行複核。程序提供根據香港規範的撓道計算。裂縫圖命令可以計算並查詢各連續梁的裂縫。繪製好的裂縫圖，圖上標明各跨製作及跨中的配根。當裂縫超過我們參數中設置的裂縫限值時，裂縫結果用紅色字體區分顯示。與撓道圖類似，可以點擊計算書，對有問題的梁跨進行複核。程序同樣採用香港規範進行裂縫計算。